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Easy 我係風 Sir 啊。咁咧考試季節就到啦，風 Sir 咧又係時候咧拍多啲新片咧，幫大家應付今次嘅考試啦。咁好多小朋友咧就好想問風 Sir，到底段落大意、段子題到底點樣做咧？成日聽老師講歸納啊，但係都感覺上有少少奇怪。咁所以今日咧風 Sir 就教你我嘅歸納嘅方法啦，相信會超級幫到你嘅。好，咁準備好開始噶咯噃。我相信咧同學仔啊做新主旨題嘅時候咧，應該都聽過你嘅老師咁教你嘅，佢就會咁樣同你講啦。段落大意主旨題最緊要歸納，揾到關鍵嘅資料，跟住歸納咗佢，你就做到噶啦。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啦，係咪？如果有聽過嘅喺熒光幕前舉個手啦，雖然風 Sir 睇你唔到。好啦，應該我聽過啦嘛，係嘛？好啦，然之後啦，你聽完之後咧，你個腦海就不禁引起一個疑問啦。你就會話：我知要歸納啊，問題係我到底點歸納先得㗎？我就係唔識做啊嘛，所以你個頭咧就喺度好多問號㗎啦。所以今日唔使驚，風 Sir 就教你我嘅歸納方法，保證你一定學到嘢，一定幫到你手。好啦，嗱，我哋睇睇今日嘅例題先啦。嗱，特登呢度咧，風 Sir 寫到明俾你㗎，佢係第2段嚟嘅。咁咧睇下條題目講咩先。佢就話啦，小峰喺超級市場買咗雞翼啦、排骨啦、菜啦、汽水啦，然之後再去街市買豉油，跟住再去玩具店買咗個氣球。咁奇怪嘅。然之後就跑咗翻屋企啦。第2段嘅主要內容係啲咩咧？嗱，如果你根據以前你學傳統歸納方法咧，我問你第2段，你咪望住咯。哦，呢幾個行為咧，買雞翼、去超市買豉油、買氣球，即係買嘢咯。咁跟住咧，你就會同風 Sir 講啦。風 Sir 呢題咧，其實就即係小峰購買東西的經過，或者小峰購物的經過咯，係咪咁啊？咁所以咧，你可能都會出到呢啲答案嘅，喺街上面購物啊，購買東西嘅情景啊。好啦，同學仔啊，好似啱，好似你真係揾到呢3個行為嘅共通點啦，都係買緊嘢。但係你覺唔覺得有啲奇怪咧？即係你冇理由一個人買完雞翼，阿媽唔會買住餸，跟住右手買個氣球噶嘛？咁買完雞翼買豉油都正常買個氣球，你覺得好奇怪？如果你就咁同佢講話，我而家咧喺度購物，聽落好似好奇怪係嘛 ？OK， 購物點解咁似咧嚇？咁似啲女仔買手袋咁嘅，買珠寶首飾咁嘅係咪？聽落有少少奇怪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同學仔，咁今日咧，風 Sir 就教你一個新嘅技巧咯喎，咁你一定要好好聽住啦嚇。同學仔，留唔留意到風 Sir 頭先特登話俾你聽咧？頭先嗰段係第2段嚟㗎，我冇俾個第1段你睇㗎。嗱，冇錯啦，有時咧我哋做主旨題就係㗎，唔好人哋問你第2段，你就淨係識牛咁眼咁望住個第2段，跟住其他乜都唔理啦，千祈唔好，得唔得？你必要嘅時候，你要留意下佢前邊同後邊嗰段嘅，即係話我問你第2段，你可能要望下第1段或者望下第3段，因為佢係一個故事，你前後應該係會有關聯噶嘛，所以你望咗前後嗰2段，你可以知道更多文章嘅資訊，你做主旨會易好多噶。好啦，當你吸收到個資訊之後，然之後再去諗下嗰幾個行為之間有啲乜嘢共同嘅目的，即係佢做呢幾樣嘢，佢都係想點，咁你做歸納就易好多啦。唔信嘅即刻同你挑戰下啦。嗱，呢個時候咧，第2段就冇變過，同頭先一樣啊。風 Sir 而家補充翻第1段俾你，我哋一齊試下，好冇？嗱，佢講咩咧？第1段佢話咧，今日咧係爹哋嘅生日，不過爹哋咧好可憐啊，OK， 好慘啊，佢都要翻工冇假放啊。於是佢就出咗門口翻工啦。然之後咧，我哋成班屋企人咧就有所行動啦。我想問我咪綁架阿爸先刺殺佢先，咁大家冇恐怖啦。好啦，同學仔啊，喺第2段啊，小峰買嘢之前，咁我哋用翻第1個技巧啦。我哋人哋問你第2段嘅內容，你就唔好淨係望第2段喎。你望埋前面先。嗱，我哋可以得知咩資訊呢？就係小峰落街買嘢之前，我知道爸爸今日生日，然之後爸爸今日都要出去做嘢，跟住小峰就落去買呢堆嘢啦。咁即係我可以由此得知，阿小峰喺第2段做嘅嘢應該係同爸爸嘅生日有關啦。啱唔啱啊？咁我知道呢樣嘢之後呢，我再用第2招絕招咯，就係思考呢幾個行為嘅共同目的啦。好，睇睇佢咯。我知道佢呢幾個行為同爸爸生日有關啊嘛，咁我哋睇下先。嗱，喺超市買雞翼呢啲啦，跟住仲有咩行為啊？喺街市買豉油啦，然之後去玩具店買個氣球啦，跟住好快跑翻屋企喎。嗱，唔好忽略呢個行為喎。
好啦，同學仔啊，咁你應該估到嘅喎，你買嘢食，你買豉油，買氣球，跟住好快跑翻屋企，關爸爸生日咩事？咁即係你呢幾個行為有啲咩目的咧？嗱，第一，你買呢堆嘢，你就為咗煮飯啦；買豉油為咗調味啦。咁買氣球關爸爸生日咩事啊？估到啦，係咪啊？同爸爸慶祝啦，應該係咪啊？佈置啲嘢啦，係咪啊？你佈置人哋生日嘅時候，你咪掛起啲氣球啦，係嘛？跟住點解咁快跑翻屋企啊？因為要喺爸爸放工翻屋企之前搞掂啲嘢啊嘛。哦，頭兩個就煮餸俾爸爸食，跟住呢個就係用嚟佈置嘅，跟住最緊要喺爸爸翻屋企之前搞掂啊。好啦，同學仔啊，呢4個行為有啲咩共同目的啊？你都係為咗爸爸嘅生日啫。咁即係簡單啲，阿小峰買呢幾樣嘢，做呢幾樣嘢，到底係為咩啊？冇錯啦，就係為咗幫爸爸慶祝生日。所以同學仔，呢一段嘅正確答案你應該係咁寫噶。第二段主要記述或者主要記敘啦，小峰為爸爸慶祝生日的經過，或者你咁講，小峰為爸爸準備生日驚喜的經過都冇所謂，通常都會照俾分嘅。嗱，記住啦，段落大意咧，其實佢冇一個標準答案嘅，你好難寫到同個標準答案一模一樣，但係個方法你要學得識。好啦，重溫翻兩樣嘢啦。第一就係話我哋做主旨嘅時候，呢個概念你一定要有。人哋望你第二段，你就唔好淨係望住第二段就算，你必要時要望下上邊同下邊嗰兩段嘅，因為故事係有關聯，你可以知道更加多嘅資訊。第二啦，再去諗下佢頭先呢幾個動作有啲乜嘢共同嘅目的。OK， 係咪幫爸爸慶祝生日啦？定還是想幫阿爸煮飯啊？咁你思考一下，咁歸納咧就易做好多噶啦，得唔得？好，希望呢條影片可以幫到你哋應付接下來嘅考試。我係風 Sir，我哋下期見啦，拜拜。